从尾抓，不止爽快，精神加倍，不止吼，不止。好，咱来唱一摆，这首咱较无学，咱来练2摆。好，来预备，来。我听耶稣的声音，你拢要知识道，伊那拢来我的心，拢有平安。我听伊从心的话语，就是主的心里永怀如你，我要相信。第一站咱搁一摆呗，来。我听耶稣的声音，你拢要知识道，伊那拢来我的心，我拢有平安。我听伊用心的话语，从是主的旨意，心里永怀如你，我要相信你。礼拜时间已经到，请咱预备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恁遮有大权能的天才啊，听伊的声，正伊的命令的，拢着学老耶和华。恁遮会做伊的众军兵，做伊的车赛，行伊所欢喜的，拢着学老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
伫伊所管理的逐位，拢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神啊，恁着阿罗耶和华。来吟圣诗第171首《圣徒自集主圣殿》。圣徒自集主圣殿，会众请起立。请咱游玩徛咧，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道成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媳妇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感谢全能的父上帝大恩，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7篇，请掀开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7篇。地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属耶和华，
伊要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是水会上耶和华的山，就是手清气，顺心无误虚假。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赐福。这是找耶和华的族类。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阴间的王要入，就是大气力、大权能的耶和华。城门啊，举起恁的头。阴间的王要入，万军的耶和华。请咱按头来祈祷。至圣至高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伫今仔日会当早起会当阁来到你的殿内组织，来学罗敬拜你。主啊，你知阮有时会软弱，会犯错，嘛会照家己所欢喜的来行。离开你所为阮所备办的道路，我要为着这个来忏悔，求主再次的提醒阮，带阮源头亲近你。伫软弱的时，有你壮胆坚强；伫困难中，有得到对你所来的帮助，献出家己，互阮保有爱神疼人的心，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服侍你。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你，只是恳求主你会当降临伫阮中间，开阮的心，赐智慧互阮，会当了解主你要较等透过牧师所讲道的话语，所要传互阮的信息，领受对你所来的教示，伫国内的日子，互阮所想、所讲、所做、所行的，我会当合着你的心意，荣耀主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日圣歌队要献上圣殿充满乌罗来，乌罗主。
圣殿充满乌罗，我心充满平安。乌罗耶稣圣名，神徛起伫我心。请咱掀开圣经，也是合主部的后壁面。今日所要讲读的两段圣经节，记载伫以西结书第40章第1节到第4节，43章第1节到第5节，拢总有两段。首先，40章第1节，万寿了的25年，第年头月初10日。城破了后的第14年，拄迄日，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带我到遐，伫上帝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我伫真悬的山顶的南边，有亲像起造的城。伊带我到遐，看有一人款式亲像铜的款式。手提麻索，甲测量的高尺。我伫门口，迄个人对我讲：“人子啊，见我所互你看，你着用你的目睭看，用你的耳孔听，也着用你的心记牢，因为你受带来遮，挑伫为着互你要看遮个事，见你所看见的。”你拢着甲以色列家讲。第二段第43章第1节，后来伊带我到一个门，就是东的门，看以色列上帝的阳光对东驶来，伊的声亲像淩水的声，这就因为伊的荣耀来发出光。伊的款式是亲像我所看见的款式。就是我前来要卖城的时所看见的款式，迄个异象也亲像我伫加巴罗河边所看见的异象。我就拍落地，耶和华的阳光对东的门入伫殿内，对安尼，神就举起我，带我入来院，看耶和华的阳光充满殿内。以上。今日姊妹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上帝阳光充满圣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齐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这是阮恳求主你信心帮助阮，会当阮的目睭通互主来拍开，阮的心门也主来拍开。互阮通看见你的阳光充满伫你的圣殿，充满伫你的圣会，也充满伫在座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重阳敬老主日，常常会听长辈讲一句话，讲我食过盐，比你食过饭搁较济，吼。啊嘛，捌听人讲一句讲，我过桥比你行的路搁较长。安尼，总是咱人若到一个年岁，应该也会深深体会到传道书所讲的，就是伫日光的下面无啥物新的事。对安尼来看，牧师想要问一句话，就是讲，对咱教会的长辈来讲，是毋是也捌看过、听过？甚至是亲身经历上帝阳光充满教会的时刻，迄就是讲，你有亲身经历过上帝阳光已经离开教会的这种情形。可能若是长辈啦，可能咱有的少年的嘛有捌经历过。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第4个异象。以西结所看到第一个异象，就是伫以西结书一开始，伊讲遐讲到伊看到上帝阳光威严甲权柄。
过来第二个异象，上帝将以色列对远远的巴比伦带伊转去到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伊就敢若亲像魂游向外，好，或者是灵魂出窍，或者是一种出神的这种状态。上帝神就将以色列对已经受掠到巴比伦啊，伊就将伊对巴比伦搁带倒转去到伫伊的故乡耶路撒冷，互以色列亲目看到上帝荣光是怎样来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顶主日有讲，以色列的牧者，伊只有顾家己的利益，无负责任照顾伊的羊群。伊的羊群也听袂清楚，也袂认捌上帝声。无论上帝差派先知怎样努力呼吁提醒，因就是无爱听，无爱看，也无要听。最后，上帝荣光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当上帝荣光离开耶路撒冷，巴比伦的军队就安尼，敢若入来迄种，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啊！因就冲破耶路撒冷的营盘，吞达杀害、毁灭城内的一切，将以色列人掠到远远的巴比伦。上帝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规个背出来，下甲等到远远的、真远的外邦的所在，上帝荣光完全离开因。因为以色列伊是伫耶路撒冷还未受攻破、还未受毁坏进前，就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所以伊的故乡耶路撒冷城圣殿对伊来讲，伫伊的印象内面，拢是是真好势，是真好势的所在。伊还未捌经历，伊无亲身经历着耶路撒冷城甲圣殿是怎样受着战争安尼来毁坏遮尔恐怖的这个事实。总是这个时阵，上帝却用这种方式，互伊看到异象的方式，将伊搁带倒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亲目看到这个战争的恐怖，看到这个伊的圣殿，伊心中伊捌去敬拜，伊捌去奉献，伊捌去侮辱上帝的所在，竟然到现在受破坏、毁灭，所有垃圾有的物件充满圣殿，伊实在看了真切心。对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以色列来讲，伊所想象的应该是啥物？伊所想象是我有一天我阁要倒转去。总是现在上帝互伊看到的，竟然是愈来愈凄惨。伊实在是哭无目屎。就伫耶路撒冷城受毁坏了后的一年，上帝阁互以色列看到啥物？看到高大的骨头为国活的异象，枯骨复活。阁因阮上帝伊家己本身一定会超车医治属伫伊的羊。以色列就满心期待，因为伊进前实在是迄个惊吓，阁伫伊的内心。伊看到耶路撒冷受毁坏异象，迄个惊吓，总是上帝即马互伊看到枯骨复活，主是大牧者，要超车医治伊的羊。以色列就满心期待，总是期待是期待，听候嘛听候，几啊年过去，敢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诶。上帝荣光悠然离开远远。既然上帝荣光会离开所罗门的圣殿，会离开耶路撒冷，当然也有可能离开遐借着使徒宣教所设立的教会，也会离开咱每一个世代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牧师就举启示录内面的2个例，启示录内面有记载。有几啊间教会的一寡问题，其中上帝荣光来离开的其中的一种教会，就是因失落起初的疼。伫耶稣耶证的譬喻来看，有的种子也伫刺皮的内面，
一开始哇，足有爱疼心的，足有疼心，足有热心，彼此接纳，热心服侍。毋过，因为世上的看路、钱财未晓，就停止，失落起初的疼。譬如讲，原本欢欢喜喜，咱有领受真道、上帝道理，知影讲耶稣是安怎为着咱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赎回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哇，真感谢主，甘心乐意11奉献，甘心乐意用热心的服侍上帝教会掠做欢喜。总是当咱11奉献，迄表示讲足热心参与教会服侍的时阵，有时会碰到亲人朋友的质问：啊，你太着安尼，应该无必要做到即个程度吧？你看你的生活顶面，阁有遮尔多的代志还未处理了，阁有遮尔多的问题等等的，就开始产生足多烦恼、看路、甲搅吵，然后迄个起初的疼就渐渐放一边去。第二个就是上帝永远会离开第二种的教会，就是容忍遐个假先知引诱大家犯罪。耶稣捌即边遐个假好的法利赛人，因高举家己伫教会的地位，高举教会传统，就是过去安怎做，现在就照安尼做，就无毋对啊啦。迄表示更加油添醋吼，这样。因着高举因家己的地位甲教会传统对抗抵着上帝，才着信心的提醒。亲像青面带青面的，大家拢陷落跋落陷坑。牧师伫顶主是有讲，既然伫教会有领受职务的人，拢会当是算讲是上帝所呼召、所差派的牧者。这个牧者上重要的，就是要将上帝所托付予因的羊，拢聚集伫主耶稣的面前，注目伫耶稣。毋过有的牧者却伫咧利益分赃啊，挂羊头卖狗肉。侪教会有即种现象，就是譬如讲，各部各团契有欠足侪钱，欠足侪钱的目的，毋是为着要装备家己，毋是要为着要敬拜，毋是为着要宣告，因为着啥物？食好、住好、佚佗好。因无将会友的奉献甲疼心用伫关怀造就，无用伫敬拜宣告，拢置于伫世界的享受。因的羊群真无简单，为世界已经进入到伫主的面前，总是遮的牧者，却将遮的已经聚集到主耶稣面前的羊，安怎？佫牵倒转去世间，佫牵倒转去享受这个世界。咱若是出在上帝教会安尼发展，最后上帝阳光一定会离开咱。亲像伊的阳光，既然伊的阳光会离开所罗门遐尼阳光的圣殿，当然也会离开遐二生无要悔改的教会。虽然上帝已经予以色列看见高大的骨头会国外的异象，以色列一直在听候，敢若啥物拢无发生。这个时间，这个听候的时间有够长的，有够长。总是以色列以幽怨吞忍，听候上帝应允的实践。几啊年过去，今仔日的经文40章第1节讲，咱受掠。就是以色列因受掠伫咧25年，也是耶路撒冷受攻破的第14年。这个时阵，咱看以色列
已经受掠到伫巴比伦25年啊。然后上帝予伊看到耶路撒冷受攻破的异象了后，耶路撒冷受攻破了后，也10几年过去啊。那个枯骨复活的意象已经快要模糊掉了。总是这个时阵，上帝搁一摆予以色列看见新的圣殿的异象，就是这个有一个新的圣殿，真详细。我们很讲说建筑的结构图啦，以建筑的术语来讲，建筑设计图。在一个建筑设计图里面，不只是有格局，还有每一道墙、每一个隔间非常详细的尺寸。咱对以西结书第40章第50到第42章，拢总有3章遐尼长，有这么长的篇幅，拢清清楚楚记载新的圣殿的规划、寸尺甲伊的设计。上帝将新的圣殿亲像预售屋安尼，遮尼啊清楚展现伫以西结的眼前。然后上帝就派一位使者，将这个新的圣殿的寸尺，一个所在一个所在量予以西结看，讲遮到遐，这道壁偌长，吼，它的电梯差不多偌大，这个讲台要偌宽，等等。伫这个过程，以西结一步一步缀这个量寸尺的使者，缀条条。伊毋敢质问，想讲这个圣殿哪会比所罗门所起的迄个圣殿搁较细？咱毋去较大间呢？即道壁敢若应该会当较长嘛，讲台应该会当搁较宽嘛，即个天花板应该搁较悬安尼。伊毋敢表达意见，伊详细看，真足听上帝所指示的一切。并且将这一切寸尺拢清清楚楚记录落来。迄时，伊看到上帝阳光，搁一摆充满圣殿。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43章，就是第2段的经文。43章第43章第20则讲，看以色列上帝阳光对东西来，伊的声亲像淙淙水的声。地就因为伊的阳光来发出光，伊的款式是亲像我所看见的款式，就是我前来灭城的时，这个我是指上帝，就是上帝前来要灭城的时所看见的款式。迄个异象也亲像我伫加巴路河边所看见的异象，这是拄则牧师所讲的，就是伊看到第一个异象，然后以西结就趴落地。过来，伊就看到耶和华的阳光对东的门入伫殿内。耶和华的阳光对东的门入伫殿内，对安尼，神就举起我，带我入内院，看耶和华的阳光充满殿内。上帝阳光对东的门照入殿内。大家若有照新眼光的读经正道，可能有的人会发现讲当初上帝阳光要离开的时阵，最后所停止的迄个所在，就是东的门。当上帝带以西结看伊的阳光要离开的时阵，一站，最后一站伫圣殿。耶和华伊的阳光上落尾所停的所在，就是迄个东的门。这个东的门，上帝出入的所在。迄当阵，上帝为东的门，伊的阳光离开，只是上帝阳光对东的门安尼照入来。主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的迄个城门，大家发和散那。迄个城门伊的位置也是上瓦群即个东的门。即个东的门，像是上顶人上软弱、上刻薄、甲上帝相拄的所在啊。
咱想想，咱的心门若是种硬心的，上帝阳光无法度入来。当咱软弱的时阵，当咱较无的时阵，上帝阳光就会当入来。耶稣捌医治一个一出世就痴迷的人。耶稣讲，这是要伫伊的心上，就是伫伊的软弱的顶面显出上帝的作为。使徒保罗也讲，我什么时阵软弱，我什么时阵就会当靠主坚强。上帝大气力，的确要伫人的软弱来彰显。上帝阳光伫以色列的软弱彰显。以色列伊为着回应呼召，伊所讲所做，拢互人感觉这个人痟的，这个人哪会讲遐个话，哪会做遐个代志，奇奇怪怪。吼，这个人奇奇怪怪，咱离伊较远的。在伫人来看，伊是痟，伊是起痟；在伫人来看，伊是软弱，甚至连伊家己本身伊也感觉上帝啊，你是太会爱我做遮的，讲遐个。伊家己本身也感觉真大的痛苦。毋过上帝阳光却充满伫伊的心上。但是咱看到上帝阳光也伫迄群受掠到外邦，却犹原仰望伊慈爱的人的心上。上帝差派伊的先知甲因讲，因一定会亲目看见枯骨复活的圣约，会亲自见证圣殿新的圣殿会安怎会如何安尼重新来受起造的事实。上帝阳光充满伫遐的，听就听见，看就看见，心也相信遐的人，阁有仰望的人的心上。上帝阳光伫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来彰显。上帝阳光伫即个代志的彰显，互耶稣对第三日国外，互伊对世人中国外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上帝阳光伫迄群冲动、自私、阁无胆的世道的心上来彰显。上帝互信心降临伫因的心上，互因有信心、有勇气，会当对犹大、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头来为主做见证。上帝阳光也伫使徒保罗这位迫害伊正前捌迫害基督徒的人的心上来彰显。上帝的阳光竟然会当互保罗这个人讲，伊会当将耶稣基督看作是上好至宝，然后将伊所拥有的，他本来所拥有的万项事当作是土粉。今仔日上帝阳光也伫咱的心上来显现，咱拢是信心的殿，是上帝互以色列所看异象的中间所看到的迄个新的圣殿。咱拢是互上帝对内面到外口，将咱的温书才情、心怀意念，拢详细量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帝仔细的量过。兄弟姊妹，咱这个新的圣殿，你敢有看见上帝阳光充满伫你我的心上？你敢有看见上帝阳光充满伫教会？牧师来分享，牧师家己本身，牧师确信上帝阳光充满伫我的心上。安怎讲呢？我是一罪，我竟然我会当徛伫遮，若毋是耶稣基督将我来赎回，若毋是信心使互我通领受淡薄，互我通理解，互我通明白，上帝伊要照着伊的话来对我大家来传讲什么？若毋是信心使互我会当理解伊话语中的奥妙，
若毋是上帝拣选，互我会当真做专职的传道者，像我即款充满黑暗的过往，当犹原也不断甲家己的罪性在挣扎的人，像我安尼连台语也讲袂冷顿，阁会当伫长老教会来服侍，无背景，阁无资源的人，如何来承受主耶稣的托付？我只会当讲，这一切拢是运典，拢毋是我原本所有的，也拢毋是我原本所会当想象的。总是我亲信主的拣选甲呼召。当我会当徛伫遮传讲，我相信我的羊群也还会有所回应，愿意伫基督内面认罪悔改，成做新创造的人。阁愿意将家己的十字架阁压起来，甲耶稣做伙来行天路。这一切就证明上帝荣光确实充满伫我的心中，也充满伫恁的心中。阁来第二点，上帝荣光充满伫团契会长甲契友的心中。2026年满年度所有的团契会长拢已经顺利改选完成。牧师知影有的团契会长，特别是第一摆受选成做团契会长的兄弟，牧师知影，当恁在知影讲哦，我竟然受选的时阵，迄当阵，10个有8、9个拢是足戆影的。甚至有的无法度接受，在第一时间，有一些人还不能接受。总是牧师看到这的会长，伫恁的祈祷中，伫圣神保惠师的保守的下面，牧师看到恁对戆影到接受，对接受到有负责任、有使命感，甚至有热情。因为恁相信上帝恩典到也恁用，恁若相信这是上帝拣选甲呼召，也相信恁的契友、你们的亲友也会伫基督内面听恁，甲恁支持。这款的信心，恁有这款的信心，也拢见证上帝荣光充满伫恁的心中。最后，牧师要来分享一点，就是上帝荣光充满伫大道名单的顶面。大道名单的顶面，每主日咱伫周报内面，咱拢有公道的事项。伫公道事项内面，咱为着肢体来关心大道的时阵，有时啊，咱会看见，总是这的周报内面，这大道名单是较少的。会看在周报上的，拢表示是，较需要，较侪人，就是讲因无啥物，我们因为现在有个资法嘛，吼，所以有的兄弟姊妹因无爱看伫周报内面，牧师就袂将因的名放伫周报内面，爱放伫倒位？放伫拜三查经祈祷会的大道的名单的内面。啊，阁来，若有连拜三查经祈祷会拢无爱放伫遐个祈祷会名单内面的时阵，就是阮两个牧师家己知影，吼，阮就两个牧师就私底下退因来祈祷。所以这个名单，这个每主日咱的大道名单只是一个指标性的，它只是一小部分的兄弟姊妹尔。这个大道名单吼。咱会发现，迄就亲像幼稚园的老师吼，常常会讲一句话啊。小朋友的那个有一个专门装小朋友的那个吃药的那个药袋的那个篮子，永远都不会清空啦。因为这个小朋友感冒就传给下一个，然后下一个又传，然后传来传去，那个专门装药袋的那个篮子，永远都不会清空，永远拢无食了的时阵。
有的人的名，咱会发现有的人的名一直始终拢藏伫咧大岛的名单的顶面，表示讲，逐摆咱看到咱的兄姐，因的身心灵伫有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的时阵，有时啊，咱是毋是会问？迄表示因家己本身是毋是会问讲，上帝你伫倒位？上大的医生伫倒位？上帝阳光减已经离开因啊吗？上帝阳光是毋是已经离开因远远？伫顶礼拜六，两位牧师和妇女团契到伫平陵遐去一日游。我们的会长选了一个步道，哈，阮就安尼步道安尼行来山安尼行去。然后咧，伊个牧师伊就发现，哪有哈鲁这的查某囝李纯卡来的电话，因为讯号真的很不好。步道就是一直要走嘛，好，一直往前进啊。走到一个地方呢，可能刚好有一格；走到一个地方呢，就没有。啊，因为阮两个怎么样？电信公司是不一样的电信公司。我每次想说，当初也是想说，不要用同样的电信公司，万一你有讯号，我们两个同时就是没讯号会同时没讯号，好，就是万一接不到弟兄姐妹的电话，所以呢，伊个牧师的手机啊完全都没讯号，啊，我呢还有一格讯号。我就打电话去互哈鲁姐，就是李春，问讲什么代志，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因为迄个时间点，两个牧师感觉讲，这个时间会打电话来怪怪，吼，心毋是遐尔平安。打到转去的时阵呢，因为还在山区嘛，步道又继续走嘛，你不走就会挡到后面的人，就必须要走。所以这一个电话，一个讯息也是分了好几次的电话，因为断了就要重打，重拨还不见得能够接通这样。总而言之，到最后呢，好不容易接上了，联络就是能够清楚得知为什么会打电话来这件事情。才知影讲，迄天哈鲁姐要进行第3摆的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1个礼拜以前才1个礼拜进去住院动手术，然后没多久又要第2次手术，然后那一天呢，1个礼拜还没过去就要进行第3次手术，就是都是有发现问题啦，哈。而且呢，在进行第3次手术的过程当中，那个主刀的医生已经出国了，所以这个第3次手术呢，他们发现事态严重，但是主刀的医生又不在，好，所以只能另外再请，就是另外医院会派一个医生来，动不动手术呢，非动不可，但是没有办法在主刀医生进行这样，所以家属因足紧张的，足惊吓的，所以伫迄当阵，牧师因为讯号的问题，我原本是要借着电话。在电话那边做会传音来祈祷，但是讯号不好，牧师就迄当阵就赶紧找什么人，找咱的长老，而且他一定在台北市的浸会长老，好，我就紧想办法，也是断续嘛，赶快跟浸会长老请他，因为台北市区一定没有问题，讯号一定没有，请他进行协助，进行关怀。为他们祷告。另外，我们在平陵步道的现场，因为有的人已经行到头前去啊，牧师我们算是比较殿后的，好，牧师就带我群的遐个兄姐，牧师就就近把大家召聚起来，我们就做会在平陵那个步道一块小空地，我们就在那里一起同声开口，为春之节祷告。伫迄当阵，牧师有真深的感受，是看到大家同心做伙，和哈鲁姐
我们跟苦难的人站在一起，咱做伙同心开声，为着合入者和伊的家属，做伙来祈祷。阮知影，当阮伫遐祈祷的时阵，信会长老也伫台北市带因，透过借着电话，还是借着啥物带因来祈祷。阮做伙祈祷，阮做伙祈祷，感谢上帝，互咱伫软弱甲时间、空间的限制的内面，犹原有望啊！找袂着人，无法度联络，这是互咱感觉足无望的。总是伫迄段时间，上帝信心，遮会牵，遐会牵，互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组织做伙同心合意的祈祷。果然就亲像保罗所讲的，咱伫什么时阵软弱，伫什么时阵就要倚靠主来坚强。主耶稣讲，既然有2、3个人伫地上奉伊的名求什么，伊就伫因的中间。伊就伫因的中间，伊的阳光就充满伫咱。主耶稣佫讲，求就互恁，找就找着，拍门就甲恁开。耶稣一定会将信心充满束缚既若求叫伊名的人。上帝阳光的确充满伫大岛名单顶面的每一个人。上帝阳光也的确充满伫所有大岛的勇士，迄个迫切祈祷的心中。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阳光充满阮，互阮伫软弱的时阵，阮有信心通倚靠；伫忧闷充满看路的时，还阁有仁爱通付出。伫阮绝望的时阵，有信心保护师，互阮通仰望迄位互高大骨头国活的上帝。因为主耶稣有讲，伊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伊是这世界的光。阮借着伊，就一定会进入主的阳光，主的阳光也确实会充满阮。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念圣诗第190首，圣诗第190首。我听耶稣的声光明，来回应上帝的教示。会众请起立。大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即时来进行公道。公道的事项有记载伫咱的周报顶悬。为着教会义上成全正圣道，万民皆祭司。首先感谢上帝伫耶稣的受难顶悬彰显荣耀，赎回咱。感谢圣灵伫正圣道身上彰显荣耀，坚固咱。第二，为着肢体王兰妈、赎回者、德明兄、清光兄、仁和兄、司机兄、柯友林、燕婷兄弟、明珠姐、以诺兄弟、昭明、洛英指挥、雷洪姐、阿娜姐、义军。志坚兄、春基姐，甲四位咱的孕妇若愚、以轩、婉柔，甲子瑜，因的稳定一切顺利。第三，为着明年度各团契会长改选顺利完成，感谢上帝的保守，求主赐予因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四，为着花莲光复乡、夜楼、燕社湖。重灾区的信心恢复，安治重建，求主怜悯医治安慰，赐下智慧、信心甲愿望，请咱有声无声来祈祷。主啊，各有怜悯的主啊，恁知阮是你用土粉捏塑的，难免伫肉体有病痛艰苦，
心心有世间的忧愁，劳苦重担。恳求主，你是大能的手，医治身体欠安的，安慰心内有忧郁的，互众兄弟姊妹有健康的心，甲喜乐的心。上帝啊，求你赐智慧，互明年度各团契会长，带领众兄弟姊妹共同伫未来一年，照你的旨意完成济事工。将福音传出去，互更较侪人来信靠你、荣耀主你。嘛求主看顾台湾这块土地顶端的人民，不管是伫进前花莲光复乡二楼中在区的，还是最近受到大雨受影响的，伫深深的恢复、安置的中间，拢有主你的怜悯、医治甲安慰，赐下智慧、信心甲愿望。嘛伫今日。阮要较等要庆祝中央敬老的时，求主保守教会中者信仰的前辈，一切平安喜乐，继续伫主的天路跑走，正做阮军地模范。愿阮伫繁华多变、充满自我意识的世界中，会当有主的所赐的智慧，看清明白一切，定心伫主身上，较无会当甲主同行伫你所有的道路顶悬。阮即时嘛要用主你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定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无抵抓阮入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因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首先是咱教会的消息。本主日是中央敬老主日，礼拜中要依照公告的名单要颁发敬老年金，互咱敬老金，互咱本堂满70岁以上的长者，愿主赐福保守。每一位乐龄长辈身心灵健壮，家庭安康，以神为乐。即时要甲时间交好，关怀部的部长郑美长老。没有，这边都没有麦克风，都没有麦克风。咱的小会依照以前的公告，就是今年是就是民国44年10月31号出世的吼，拢是满70岁吼所以就让伫今仔日来领受咱教会为他们来庆祝咱的敬老咱真欢喜来当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每一位。满70岁，咱为唱名要从年轻的、最新科的满70岁的开始因为你们脚步比较快所以我唱名的，请恁就会当赶紧往台上来走今日来，我现在唱名刚刚70岁的洪月清、张惠良，过来是张明珠，来，咱往前走上面来。等一下要拍照明珠好像手受伤，她来领明珠，月清姐有没有来呢？月清姐没来，好，没来先放旁边名单明珠，请领受您的明珠来，志玲有没有来？那请那个志玲、陈文和。陈文和然后黄世和9号大声一点，9号麦克风。黄世和、玉珍姐、阿环姐、吴阿环、杨淑慧、淑妹，翁淑妹也没来淑妹没有。美金姐美金。
进展兄、于进财、进展兄今天没来吗？有哈，进展兄。周阳有来吗？陈周阳没有来吗？没有看好。冠文、翁冠文、郭仁吉、郭仁吉、萧淑华姐，我有看到她来啊。淑华姐哈，苏胜琪有没有来？胜琪没有看到，好。原田温子好像没看到哈。慧珠姐有没有来？林慧珠，哦，慧珠姐，丽清姐啊，高丽清哈，长老娘哈，来列清姐哈，正道长老哈，张长老，哦啊，来到我们前面了哈，真的啦啊，牧师女可能无来哈，属猪寿禄姐，请素女姐到前面来。云云姐有来吗？没有，云云姐没有来。春枝姐在医院啊，秀荣姐好像也没有来，我没看到哈。慧英姐，慧英牧师娘，慧英牧师娘，道伯兄，咱的贵道伯兄，秦贤次兄今天有没有来？在楼上吗？贤次兄啊，有哈，看到。啊，先紧啦哈，来，我来拍摄牧师，你发红包吼。好 ，OK， 好。咱今嘛讲啥吼？刚刚有念到像80岁啊，你知无？慧英牧师娘啦，来看得出来无？来看不出来，80岁要讲一下哈。啊，咱看不出，咱慧英牧师娘80岁还是这么年轻漂亮哈，来。过来就是咱道伯兄嘛是足臃肿的哈，刚开完疝气哈。秦贤次是82，他们都82岁了哦，即马进入82岁的哈。啊，过来是郑春牧师妈84岁来，84岁哦哈，牧师妈84岁来，牧师妈84岁，看都嘛真少年了哈，来，过来，张美。阿碧姐哈，许张美嘛84岁，也是很漂亮的妈妈哈，漂亮的妈妈哈。阿碧姐哈，啊曹太牧师没来，没有，我们来给他哈。哈，牧师仁和兄在身，某兰兄有来无？陈茂兰，85岁哦，85岁哦，年龄越来越好高了。85岁是某兰兄，天福兄。天福兄嘛85岁哦，哈，请恁站起来哈，到前面。哦，咱过来哈，越来越年长哈，咱开始白发是荣耀啦哈，是尊荣哈。咱过来就是天福兄了80岁，过来我就是跳了。但陈珠爱，咱的长老娘89岁哦，89岁了哈。安尼80岁高一啊？那90才对吧？90吧。来，诸爱的咱那个五长老女哈，啊过来要介绍的是赖清光90岁哈，啊90岁，90岁的哦，逐礼拜拢来礼拜哦，咱的清光兄，逐礼拜拢来做礼拜哈，拢是迄个俊杰哈，他们媳妇跟儿子带领他们来哈，我过来想幼 B 姐有来吗？没有来哈。啊，游记嘛无看哈，保育姐92岁来，咱逐礼拜来礼拜，保育姐92岁哦哈，这些还都没来的吧哈，剩下我最后一个，哦那那伊再加一个。哦，咱的保育姐吼是咱教会保吼92岁吼，会当行来头前吼，很棒哦吼，可以走到前面来吼。咱教会的长辈吼，都咱的大道中吼，拢勇行吼，所以有诶无来嘛是身体还不错吼。最后咱就是今仔日有来，就是襄阳兄吼，96岁哦，咱真诶，可以走到前面来吼，可以行路无问题吼。96岁依然可以走到我们前面来吼，来96岁，起码咱
教会现在最年长能够来教会做礼拜哈，然后依然可以穿牛仔裤哦哈，来教会哈哈，穿牛仔裤哈，少年了哈，啊，小英兄来祝福你哦哈。好，咱就欢喜哈，咱来唱一个上帝在照顾你，来给你祝福嘛。来，我们请小慧，咱先都一起。小慧，我们用那首歌《上帝在照顾你》哈，来照顾咱所有的长辈哈，不管你唱《上帝在照顾你》的。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过，带你穿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我唱一摆。上帝在照顾你，咱长辈嘛来唱哦。你在过，带你穿路。上帝照顾你。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起造建成教会伫这个所在。阮最信仰前辈，因一世人伫建成教会徛起，为了主你的呼召，你的竞选，因打拼，因努力。虽然因年老，但是主愿你的阳光常常甲因伫咧。你加倍你因的身上，互因成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要所起用的器具。愿主你阳光甲因同在，你祝福因，祝福因的家庭。我咱咧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来合照一张。来，好来，大伯兄，你真缘投吼，来小嘞，好来吼，大家小可笑一个吼，爱笑一个哦。哎。阿雅上来，快来。好，来带阿公吼，带阿公来，一个来，向瑶下来。哎，帮我们拍一下哈，这个画面很美哦，拍一下。哎，英英从那边拍过来一下，好，拍一下哈。哦，安尼大家安尼看哈，来，倒看者哈。所以咱继续来报告教会消息。第2点，本主日下晡1点，紫梅牧师要前往李存兴纪念教会召开小会。第3点，后主日11月初2是台湾神学院建奉献主日，请为着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祈祷。
祷。第4点，2026年爱餐人现开始，请踊跃响应甲登记。一个单位是3000块，每周开放2个认现的单位。认现款请伫明年，就是2026年第一个主日以后，再交予干事登销。第5点，在1月23日是感恩节主日，礼拜后要举办一家一菜感恩享宴，邀请兄弟姊妹分享咱的拿手的好菜，请欢喜预备菜肴到1楼柜台登记，避免菜色中。用餐了后，嘛要随时开始进行圣诞的布置，请各团客留意配合。过来，团客的消息，在1月31日后礼拜5上午10点，上年团客要举办健康的讲座，题目是人物周边血管阻塞的疾病。讲员是咱的刘德局专员。第2点，在1月初9礼拜日早起上午9点45分，琴室团客聚会。课程是倾听就是爱，是咱的小姚老师来主理。上营信息第507首，因根归性别上帝。上营信息第507首，因根归性别上帝。会众请起立，上营了，请牧师宣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痛信心的夫妻帮赞，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灭岛避讳，送回了，请兄弟姊妹到1楼享用爱餐，请安交易。